下面咱要请熊牧师、熊长旺牧师来今仔日的信息是甲主同行，为人代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笑的原因我知影吼，是我无毋对啦吼，是声音较怪嘛。不过也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互咱身躯拢会当得到永驻。咱今仔日咱双连教会伫今年，咱有开始新的一轮的读经表。咱即届有缘是对创世纪来开始，咱会读到一寡即个以色列因族长的故事。要即较话，咱已经有听过，总是伫遮甲咱提醒。当咱若是搁一遍读到这个故事圣经节的时阵，咱有缘会当用头一遍读的态度，要的确伫即内面你有新的发现甲启示。伫今仔日圣经节有记载一个真特别、搁真有意思的故事。第18章的开始，咱虽罔无读，总是咱知影。是上帝甲两个天使有出现伫亚伯拉罕的面前，因这边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要办理，就是要来去毁灭索多玛甲蛾摩拉这两个城，因为因的罪恶非常的大。上帝甲天使大先伫遐来接受亚伯拉罕的交代。当因要离开亚伯拉罕徛起的所在，要行到伫索多玛的时阵，亚伯拉罕就陪伴因来行一段路。这个时阵，上帝就将伊所要做的计划来甲亚伯拉罕讲。伫遮，咱会当注意到亚伯拉罕甲上帝中间一款真特别的关系。甲真微妙、真趣味的一个互动。大先第16节有讲到亚伯拉罕甲上帝相同行。事实上，亚伯拉罕伊毋是头一个甲上帝相同行的人。安尼，请问，头一个甲上帝相同行的是啥物人？答对有奖。以诺，就伫第5章有记载吼，有讲到两届以诺甲上帝相同行。有其他的答案无？可能我若讲出来，恁就知影讲原来是安尼吼。头一个甲上帝相同行的人，就是亚当啦。是安怎恁将亚当袂记哩？对无？上帝将亚当放伫埃甸乐园，上帝敢无定定来找亚当？上帝来找亚当，因敢会伫遐讲话做阵行？虽然是讲圣经是无特别讲亚当甲上帝相同行，无安尼写，但是咱对这个上帝甲亚当的关系，亲像爸囝的关系，因的确有相同行的机会。只是真可惜，后来亚当甲夏娃犯罪，因就被上帝赶出埃甸乐园，所以因就失去甲上帝相同行的机会。后来当然咱就知，这个亚伯就向上帝来献祭，嘛是一个奇人，伊嘛是有甲上帝相同行。伫新约有讲，后来咱头拄仔讲以诺，对，以诺伊是一个真特别的人吼，因为伊甲上帝相同行，伊就无见到死亡。再来，佫有一个人，就是挪亚，伊嘛是甲上帝相同行。当伊甲上帝相同行，上帝
因为伊是一个义人，上帝嘛通过伊来拯救全人类。事实上是拯救伊的家人，总是搁对伊的家就发展出对象的满足。意思是讲，通过伊的家替全人类留一个命脉，互人类无伫迄个时阵来灭绝。伫今仔日咱所讲、咱所看的圣经节18章16节，亚伯拉罕伊也是甲上帝相同行，并且咱看是真正有行一段路。佫毋是安尼，咱伫17节有看到上帝的心意。伊讲：我所要做的事，点通对亚伯拉罕允肯吗？是安怎独一佮自然而然的上帝？咱较早认识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上帝，伊要做代志，就爱佮甲亚伯拉罕讲，好亲像要得到亚伯拉罕的同意一样咧。当然，高高在上的上帝，伊要做代志，会当照伊的意思来去做。是安怎伫遮？伊特别要讲起，伊无要对亚伯拉罕来隐瞒伊所要做的代志。有一个原因，就是伊看亚伯拉罕做朋友，伊将亚伯拉罕当作是伊知己的朋友同款。好亲像是无话不说吼，伊甚至伊要做的代志，伊嘛会甲亚伯拉罕讲。伫新约，咱看到主耶稣伊嘛讲过类似的话，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我的爸所听到的，拢有甲恁讲啦。主耶稣讲，如果无法度知影主人的意思，只有朋友才会当安尼直接讲。上帝确实将亚伯拉罕当作是朋友。伫以赛亚书41章第8节，上帝有讲到：如同你，以色列是我的路国，雅各是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伫遮伊特别讲，上帝讲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所以伫创世纪咱也看到，第12章开始是上帝甲亚伯拉罕的故事。咱看到上帝伫亚伯拉罕人生每一个历程的中间，常常伫遐出现，甲伊讲话，互伊应允，互伊得到坚固。相时，当亚伯拉罕在迁徙，甚至到伫埃及，伊的太太查治苏啊，诚侪法老的王妃去互人抢去做某，甚至亚伯拉罕也伫遐用真少的人去打败一个4个王的一个联名的军队，嘛安尼将伊的孙仔罗德来救回来。亚伯拉罕86岁的时阵生以实玛利，100岁的时阵生以撒。上帝拢伫迄个所在看到伊甲伊三个弟弟。咱看上帝对待亚伯拉罕，真正就亲像朋友同款。咱伫圣经内面，伫亚伯拉罕的身上有看到，上帝甲人类其实也捌安尼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亚伯拉罕甲上帝的关系实在是互咱通欣赏。事实上，咱通过耶稣基督，咱嘛会当甲上帝诚侪朋友，甲上帝相同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就是上帝伫世间的代表。那安尼，咱要怎样来甲主相同行呢？头一项，要遵守上帝的话，要遵守上帝的话。因为伫今仔日的圣经节，咱特别也有看到，伫18章19节，上帝煞接讲，我捌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囝甲伊的家眷，互因常常守耶和华的道理，秉公行义，守耶和华的道理。主耶稣伊伫约翰福音14章23节也讲，听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我的爸会听伊。
我的爸甲我会来伊遐甲伊做伙住。做伙住就是甲上帝做阵，甲上帝相同行。今仔日咱若是听上帝，咱的确会欢喜来听伊的话，遵守伊的命令。咱无啥有可能讲我今仔日足爱一个人，足爱甲伊斗阵的，但是我无要听伊讲话，无啥有可能。除非讲你甲伊当作是宠物，是甲伊当作是一身菜伫遐，安尼敢若欣赏就好啊。你甲伊拢无互动，无可能。咱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咱若是爱上帝，咱若是要甲上帝斗阵，咱的确爱常常听伊的话，通过安尼，互咱会当来甲伊有真好的互动，真好的应答。佮通过上帝的话来认捌伊，遵守伊的话，互上帝因为伊的话生活伫咱的内面，甲咱相合大。伫路加福音24章有记载头一个国活节的故事。伫头一个国活节的迄一日，国活的主伫伊玛五的路对两个学生来显现。咱看到圣经讲，一路耶稣对因来讲解圣经，互因明白真理。然后因的目睭才看见，才发现这就是主耶稣甲因相合伫咧。咱看这就是一幅图，一幅真水的图，因为上帝的话语，咱会甲主相同行的画面。虽然咱看袂到主耶稣，总是通过圣经，咱有缘会当听到伊要对咱所讲的话。第二项，咱要通过教会生活来甲主相同行。保罗有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基督就是教会头，用安尼来讲起教会甲主耶稣的关系。所以当咱参与伫教会中间，咱伫遮来相合组织，咱伫遮来学习彼此相听。咱伫教会生活中间，就是参与伫基督的身躯的内面。主耶稣有讲，有两三个是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我就伫因的中间。两三个人伫遮咧组织，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咱通过教会生活，不管是礼拜，不管是小组或者是聚会，咱拢甲主相合伫咧，甲主来相同行。第三项，咱要伫大自然的中间来甲主同行。使徒保罗伫罗马书有讲到，对创世以来，目睭看袂到迄个上帝的本性。就是伊永远的大能力甲圣神，通过受造的物会通清楚看见，所以因拢袂通推责任。意思讲，袂通推责任，讲我看袂到上帝，我毋知影上帝伫倒位。亲像有个宗教讲这是因缘发生好亲像是本来就应该有诶，或者是就拄好有诶，咱毋是安尼，咱伫创世纪咱有看见，上帝非常的用心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上帝也伫这个大自然的中间，对咱来启示伊家己，咱来追求所谓的真，所谓的善，所谓的美，真善美，你要去倒找？咱就爱伫自然的中间，你就当来找着。咱现代人的生活，咱看见拢离袂开手机离袂开电视，离袂开电脑。总是我要甲咱讲，上帝是袂伫遮的物件的内面来对咱讲话。点彩有时阵咱伫电视咧看 Good TV， 有遮个信息，有人确实会得到感动，或者是看电脑，有一寡文章，一寡熟练一寡节目伫遐，咱看会到。无的确，
上帝伫遮个别人的文字，或者是遮个影像对咱讲话，总是上帝袂直接通过媒体，上帝就出现，上帝就甲咱讲话，无可能。所以今仔日咱就爱，你若想要坐落来看电视，你若想要上网，真侪时间，而且甲咱建议，你就爱行出来，对你的厝，对你的办公室行出来。当你行到伫大自然，当你看外面的天、外面的山、外面的海的时阵，上帝真可能就伫自然的中间对咱讲话，就亲像上帝伫爱甸农园甲亚当伫遐做阵行共款。当咱转来到伫今仔日的圣经上，说照咱伫创世纪18章23节有看到亚伯拉罕，伊伫遐为着所多玛来求情。无的确是因为伊的孙仔罗德就住伫遐，亚伯拉罕知若是所多玛毁灭，罗德的性命有危险，也是讲伊的财产就受损失，所以伊伫遐勇敢来对上帝来开嘴求情。咱看到伊求情的方式嘛真特别，但是伊好亲像是伫遐咧甲上帝辩论，讲若是你是公义的，这人有犯罪受毁灭是应该，若是总是毋是所有的人拢犯罪啊。若是有人无犯罪，你嘛要连这个无犯罪的人嘛做阵消灭吗？这就是亚伯拉罕咧甲上帝讲的，提醒讲，你是公义的上帝，袂当安尼好的歹的拢做阵消灭。过来，咱看到亚伯拉罕开始甲上帝伫遐讨价还价，伫遐咧画帕拉克。最开始的50个义人，好一直画45个、10个，一直画到最后10个。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是上会晓杀价的人，对50个人抬到剩10个人，安尼拍几折？拍2折。而且咱看到犹太人真够做生意，就是对这开始。亚伯拉罕已经真够太极，总是上帝搁较厉害，因为伊知影，遐连10个义人都无，甚至连3个义人嘛无伫遐。当然最后是剩罗德因一家人，罗德因太太甲2个查某囝，但是伫犹太人算法内面。妇女是无算伫人口的内面，所以事实上敢若剩罗德一个义人那点，勉强算一个义人。所以咱看见亚伯拉罕伫遐安尼真用心计较，甲上帝伫遐讨价还价，对50个抬到剩10个人，应该是真大的胜利啊！但是最后犹原所多玛受毁灭，看起来。亚伯拉罕是白费功夫就是讲这个伊的这个无采工去啊，但是呢，毋是安尼亚伯拉罕毋是无采工，安怎讲？因为通过这段亚伯拉罕为所多玛求情，以及伊甲上帝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间，咱有几个发现。头一个，上帝是公义。个稳定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伊袂掠有罪做无罪，嘛袂掠无罪做有罪。若有犯罪的，伊的确要施行伊的审判甲刑罚。总是伊伫遐嘛，互人有机会来反悔。若是人愿意认罪，愿意反悔，伊就会施行赦免甲拯救。只是真可惜，咱发现。伫所多玛甲蛾摩拉这2个城市的中间，竟然无有人愿意来悔改，最后就受到毁灭。再来当互咱有一个境界，上帝绝对无欢喜看到罪人来灭亡，反倒转伊欢喜看到有罪人
伫伊的面前来悔改，来得到拯救。过来，咱对亚伯拉罕的心情会当看到犹太人这种毋惊权威，佮勇敢要去争取利益，佮愿意甲人辩论这款的性格。这是一种真特别的性格，甲咱台湾人无共款。咱台湾人常常，你家己明明知影讲我是对，但是嘛毋敢讲，因为咱常常伫这款，咱讲威权，还是讲这个权威的合制下面，表面毋敢讲，但是出去着真济话，拢伫遐咧讲出。咱若是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或者是你若有机会甲犹太人接触，咱嘛会发现，因的做代志常常是真无客气，讲较直接就是真无客气。事实上伊嘛是非常的直接，毋管因要得到什么物件，或者是讲话拢是安尼。这就是犹太人真特别的性格。这就是伫咱的圣经内面，咱看见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上帝伫遐交陪的经验所得到。咱伫以赛亚书第1章58节，咱嘛有看见上帝讲：恁来，咱三甲辩论。恁的罪虽然亲像朱红，要变白亲像雪。虽然红亲像胭脂，要白亲像羊毛。人甲上帝竟然会当伫遐来辩论，或者是讲上帝宇宙的主宰竟然用阮世间人甲伊来辩论。当然，伫遐毋是讲互咱会当黑白灰或者是安尼愈来愈去咱伫世间嘛拄着一寡人，知影伊家己无理，但是伊就是甲你愈。甲你花看是毋是会当伫遐得到一寡争取一寡什么好处，是讲本来对的人开始感觉是毋是我有亏欠你的所在，这个世间是安尼，但是上帝伊的意思是爱咱有机会知影咱所行的是毋是会当经过才会考验，伫上帝公义的内面。会当来检验，互咱有机会来悔改。咱看到这款信仰的传统，嘛是影响犹太人因的教育的方式。所以伫因的家庭，或者是因的学校，甚至因的社会，因袂讲用迄款高压来灌输你的这观念，互你无家己也是讲用安尼来统治，毋是，是尊重因。人格的发展，互因会当家己去思考、去辩论，所以才会当培养出咱所谓世界上优秀的民族，就是犹太人。最后，咱嘛看到，伫这个故事的内面，亚伯拉罕甲上帝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的好亲像朋友遐尼好。总是伊无靠势甲上帝的关系。然后为家己得到好处，咱真侪人拢检采咱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就是讲我若甲某咪有地位的人有迄个关系，我检采就当通过安尼为着家己得到好处，或者是有时阵咱嘛无小心，想讲我上帝是我的天父，咱就将上帝当作是阿拉丁神灯巨人同款爱啥物就甲伊求希望伊会当替咱成就啥物或者是互咱啥物款的好处。总是咱看见亚伯拉罕，伊伫遐伊冒着性命危险为索多玛来求。检采索多玛，咱讲伫遐有伊的孙落着，总是事实上大部分。甲伊无关系，可能伊嘛无熟悉，伊嘛是拢为着这人来祈求。这就是亚伯拉罕甲一般人无共款的所在。检采这嘛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一个原因。
总是咱嘛会当发现，伫即个世间大部分的信徒，毋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别个宗教，伊嘛是信徒，只是所信的对象无共款。若是来到神明，来到上帝面前，常常一开嘴就是开始求，为着家己求，为着厝内人求，为着咱周围有关系人求，无啥有可能为着遐个无关系的人来求。总是主耶稣伊甲咱讲，恁着大声求伊的讲，甲伊的字，才会拢要赏赐互恁。有人会问，什么是上帝的讲，甲伊的字？那呢，咱要怎样来去求上帝的讲，甲上帝的字？因为我若求这个，伊就拢要互我其他的。而且咱要来讲，当咱关心周围的人的需要，特别是因性命真正的需要，咱祈求互因的灵魂得救的时阵，这就是在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伫亚伯拉罕的故事内面，咱看到伊无为着家己求，是为着别人求。毋管所求的有成就有应验无，上帝拢纪念伊。所以咱嘛会当学习亚伯拉罕的做法。搁较济来替别人求，搁较济来为着别人来祝福。所以有一种的讲法，今仔日咱为着一个人祝福，若是这个人伊是堪得着上帝祝福的人，上帝本来就要祝福伊，那呢，咱就诚侪什么，这个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管道。今仔日咱送芳花互人，咱的手敢袂嘛得着芳嘛？搁再来，咱若是祝福一个人，若是这个人袂堪得着上帝祝福，若是讲上帝本来就无要祝福伊，咱有缘替伊求祝福，那呢，这个祝福当然是袂临到伊，会转来归到咱的心情。所以咱会当有一个做法，你赶紧为着迄个你感觉你上讨厌迄个人祝福，你感觉迄个人伊哪会当得到上帝祝福，安尼你甲祝福，你祝福愈侪，迄个祝福就要临到伫你。这阵来讲，伫今仔日的故事的中间，咱有看到，大先是上帝伊无愿意对亚伯拉罕隐瞒伊的计划。上帝就将亚伯拉罕当作是朋友共款，搁再来，亚伯拉罕伫遐勇敢甲上帝来辩论，伫遐来讨价还价，这是真正朋友的关系。伫今仔日咱嘛会当问家己，伫你的身躯边，你是毋是有这款真正的朋友？就是讲，你愿意对伊讲出你心内想要讲的，还是你要做的，你会当信任伊，然后伊嘛会当将伊的想法来甲你讲。甚至有时阵拄着一个问题，会当通过讨论，检知意见无啥合，但是讨论渐渐会达到一个共识，然后最近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真正的朋友。另外一方面，检查伫咱的生活顶面，有真侪人，好亲像是你的朋友，但是是表面安尼交陪的朋友那定，然后可能活长心了后，伊阁对别人讲出一寡话，是你毋知影的，或者是一寡互你感觉艰苦心、对你伤害的话。今仔日你要找什么款的朋友呢？若是你已经找到真正的朋友，安尼甲你恭喜，嘛祝福你会当继续维持真好的关系，你的人生有好的同伴。今仔日你若是还阁无有这款真正的朋友，你有缘会当继续来敲找，总是爱知影，主耶稣伊是咱上好的朋友。担当罪过甲艰苦，伫
伫咱人生的道路，伊也欢喜来陪伴咱，甲咱做阵来行。主耶稣伊实在是愿意对待咱亲像朋友，只是咱常常因为家己的罪，咱家己感觉见笑，感觉袂堪去，咱来离开上帝。就亲像路加福音所记载，当彼得伊开始拄着耶稣的时阵，虽然耶稣互伊掠着真侪鱼，彼得知影伊是对上帝遐来的人，伊就随甲主讲：主啊，离开我是罪人。咱看到，这就是人活伫罪恶中的情形。总是上帝有愿听咱，互伊的圣子耶稣基督替咱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过，互咱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通过圣神，就是伊所赐互咱的宝血属圣神的引传，互咱会当来甲主相同行。这就是偌大的恩典。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珍惜这款的恩典。咱伫新的一年，咱欢喜用搁较多的时间来亲近主，通过灵修，通过读圣经，遵守上帝话语。咱有讲，咱今年开始咱有新的一轮的读经表，就是要3年将圣经来读过一遍。而且也特别甲咱来提醒，你若是还未将圣经读过一遍的时阵，你特别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即马才拄开始那定你若立志要将圣经伫这3年读过一遍，我甲你保证，上帝袂伫这3年的中间甲你调去。因为你就还袂去读，你还袂读过一遍嘛咱会当通过上帝话甲伊相同行。咱嘛会当像拄则讲，咱通过参与教会生活，不管是团体、小组，甲上帝相同行。咱嘛会当进入大自然的中间，亲像今仔日上帝赏赐咱遮尔好的天气。咱礼拜三下晡你若无代志，你就甲厝内人去行一下，兼且你会当发现上帝伫这个自然的中间对你来讲话。当咱甲上帝有这款好的关系，亲像朋友的关系，咱要做啥物？毋是为着家己来求，咱大声为着别人来求。互咱伫今世嘛当领受上帝所赏赐，互阿伯拉罕的祝福，要临到伫咱，嘛互咱的子孙得到福气，佮互咱周围的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这是上帝的应允。就看咱是毋是要来去领受，要来去得到，咱当心来祈祷。受恩疼痛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悬悬坐伫天顶，总是你无看阮受造的人做卑微，你欢喜将阮当作你的囝儿，当作是朋友，要甲阮做阵。总是阮人常常干那伊爱做家己的代志，甚至阮因为阮的罪的颠叛。阮无法度来放下遮的，阮无法度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欢喜将遮的罪来放离开阮。总是主，阮感谢你，通过今仔日阮所领受的圣训，你搁一遍来提醒阮。主，你欢喜阮来悔改。当阮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阵，阮所有的罪过就要伫十字架下面，无搁再互你来治疗。主，阮感谢你，你已经为着阮备办好势这款的恩典，就要听候阮来去领受。
今仔日我若是伫你的面前有一款的决志，主你拢要来引导阮，让阮做基督徒多年，主阮也常常忽略你的疼伫阮的周围。阮常常因为世间的俗事，阮常常因为遮个物质的诱惑，阮只有将你当作阮有需要的时阵，才来向你祈求的生命啊！定主也求你来赦免阮，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伫新的一年，阮会当搁一遍来日子，阮欢喜用搁较侪的时间来亲近你，阮对你的话语来领受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搁通过安尼，阮会当来为着阮周围的人。特别遐个有需要、遐未得救的人祈祷，主阮就要看见你的权能，主你的恩典有缘要实行伫因的身上，阮就要诚做你祝福人的管道，阮就要伫遮甲你同工，甲你来相同行。主阮感谢你的话语，求你也将阮放伫你手中，无论阮经过是顺境是逆境，有你甲阮相同行，阮就要勇敢，阮就要顺时平安来经过遮个。阮将每一个人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是我靠基督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感谢上。